向前安总，我是许丽玲，欢迎乡亲朋友当日到早晨的9点半，睇睇客家新新闻来关心国内四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。今晡日呢是连续假期的第2日咧，乡亲朋友今晡日又爱去哪片老了么？像初晡日呢是5月初一，5月連假的頭一日，故所呢有當道所在就有各個鄉親朋友哦，因為頭部卡關的研究誒，大家呢就出去行行了了誒。不過當道景點嘛，就測到講初晡日無乜嘅人講人的情形。不過我對我來講誒，你能知道講今晡日真係也連假的天氣考驗，因為初晡日係亞拜嘅5月勞動節。對各大民眾來講，其實呢係勞工天公初晡日真有好了。不過今晡日呢係一個禮拜兩日，所有嘅民眾大家應該來講，今晡日就有好了。故作像公交人員，今晡日呢係了誒。故作初晡日勞工了天天，今晡日有安泰村呢民眾大家都了誒。係唔係討國內當道嘅景點會真會討今晡日出現人講人嘅情形呢？俺家家帶鄉親朋友來看今晡日嘅四大報紙。先來看到嘅係聯合報，你看一片呢，當然呢，也係哪片呢？也係討宜蘭嘅勞動亞視誒，哇！初晡日呢，櫃台成員就去做紅亞視誒，唔過呢，也係你看做數片一片係新北市嘅9份路街初晡日實係安呢，那個空落落誒都冇乜嘅人，故錯大家就講，最通嘅亞中高速公路1968F。因為初晡日呢，同按道景點都測到根本就係搶劫，也就係代表講現場嘅人潮係當正常，並冇出現人山人海嘅情形。好，人都看到一片咯。佢講到連續6日都係國內冇新增加確診病例，唔過討連假按熱門嘅所在，實係逼出嚟當人潮，因為樣嘅呢，人大家關嘅研究大家講出來嘅，一場有一種疫情見高體嚟嘅感覺。像陽明山，韓國也嘅也一波嘅當有名嘅抹茶山，就開始啟動嘅停查管制。唔過呢，鄉親又發現冇，比如講一個抹茶山，喺打開1968F 當中，並冇出現到亞種景點警示嘅一個熱點當中。故作就算講一個抹茶山，韓國初晡日呢有當人最後去揭山，一片出現當人。唔過呢，1968F 當高，實看唔出有當人嘅情形。故所呢，也嘅係連續假期愛來提醒大家部分。1968F 做的呢，愛出去以前，先同佢拿出來看看啊，先來參考一下。韓國一片呢，愛打幫人嘅新聞報道，帶鄉親朋友來關心下。初晡日一個指揮中心係擺出嚟6碟大西瓜，係愛慶祝出一片講嘅，連續6日國內冇新增加確診案例。故數殺下來，國內嘅部分要當到防疫嘅規範殺下來，你會獨嘅天天呢來表揚。先來看。大家看到我們前面放6個西瓜，就表示我們連續6個0啦，哈。疫情指揮中心拿出貴山嘅西瓜，讓大家公布國內連年第6日冇確診嘅好消息。不過對荷蘭從助理部過來公司網過後，疫情記者會連年幾日有國內農鐵產品出現，家家沒有人會講係香蕉農產品嘅記者會。對啲指揮官陳時中講，外國啦國內農民嘅電路係失望嘅意思。很多人都要來送了哈，那我們也就選擇一個也不想太少大家的信，好讓大家知道說我們的農產品事實上是品質非常的好。國內疫情就下放掉啊，指揮中心未到母親節前，該出創造機構總得去看嘅經驗。先不5月初一開始，民眾做得先登記，限制人數，未會帶著1麼嚟到配套措施嘅前提下，到親人見面。不管是住民的本身或是家屬，也都會很關心。那確實這是屬於在長期住在裡面的人，那如果沒有探視，對大家的心理健康也不好。沒有媒體們就牽動民眾關心，接下來會開放去依然談情麼？對啲指揮中心會員，肯大家考慮邊框限制，可能慢慢會開放大量下繳嘅平房，優先本府客人去看。客家新聞網由上述會線特別報道。一部嘅因為防疫嘅關係，有當到沙啲行對於一個探視嘅經歷，家下新聞頭度就有講到嘅。接下來針對長洲機構，韓國呢平原去看平原嘅一種管制措施，接下來做得有好表揚嘅。
另外，繼續轉到也嘅廉價看1968 App， 也發現咧乜嘅問題呢？蘋果日報也編出列出嚟3大問題，一一來看。先來看到嘅係頭版頭條嘅圖呢，當個看出現嘅動動人，也片係台北市的動物園，左邊呢看得到動動人，韓國呢 App 當中咩係全嘢都係看出綠燈，故數呢也綠燈係代表人潮當正常，唔過呢也係唔係有漲數漲太碼，因為 App 係長燈，代表個冇買人正常哦，唔過現場實係減咩人潮減多nem。韓國中華鴉片咩係有動動人，韓國嘅南條合歡山五糧鴉片正見動動人，大家一下走出來，上愛來表送海。唔過蘋果日報鴉片就針對30個景點提出嚟3大問題，係愛來檢視講一下1968 App 讀到為乜嘅情形。鴉片呢，從演講細到下部鴉片。呢度頭咧呢，就係講到嘅景點，有到係無同佢列入去。比如講，下講到嘅麥茶山，也係報嘅色彩當有名哦。韓國呢，大家同好去揭高山、合歡山嘅五糧，韓國種花花壇，也係報嘅呢金針花開花大年嘅。故說亞條人其實呢，當到亞人潮籌備都去到亞條景點嘅，唔過實際同1968 App 當中，就係無同亞條素材當有名人潮夾拍為當到嘅景點連入去。另外聽嘅蘋果日報整理出來嘅係長燈代表講人潮當正常，唔過呢，沙同現場嘅情形數漲太碼。接下來第3個問題，係因為呢，創一個地方政府針對一個1968 App， 大家知道講，大家知道色彩唔好喎，因為驚怕講，大家看到 App 當中下定一片驚怕有動動人咯，可能會有動動人，故所接下來第一條本地愛去，啥無愛去嘅。左邊就出現呢，像台南市長王偉哲，佢就講到看1968 App 強勢係代表講人潮當正常。唔過呢，卻因為台南有當到素材，本一個 App 列入嚟，有可能會當到人呢。故所佢看到左邊去到現場就冇買人，故所佢就形容佢色彩面夾強，面就像一個 App 當中嘅強勢強用。故所呢也係針對 App 嘅3大問題，蘋果日報有嚟做討論。故所呢，提醒鄉親朋友係講根本嘅大家定價下看睇下個新新聞，係講出去留料，做嚟先同 App 打開。如果打開係用嘅呢，係本參考添。你做嚟看到有可能會當到人，你就先車目氣嘅。故所也係本大家自家嚟參考。左邊呢，也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副指揮官陳宗彥，佢就講。一個 App 係提供一個資訊平台，係愛提醒唔係愛同你警告，故所大家做嚟友好參考。第3個人看到嘅係自由時報，自由時報也篇講到哇，實在當歡喜，因為連登6年都冇新增加案例，也就係第6個嘉玲，一個重點係關注到人嘅種子接下來可能會開放本觀眾入場來看。一部因為防疫關係，就係投入嘅當到國家，其實唔贊成投台灣。一個野球比賽都係冇開放本球迷落去，故所有可能咯，台灣有機會變做全世界頭一個開放本球迷入場嘅正業野球比賽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呢，接下來可能會同一個種子向下來討論講，安樣嘅獨嘅。一鋪一鋪天天嚟開放，有可能會用買票，韓國會登記雅名嘅，也就係一般講嘅實名制，然後還要會同一個春日球統一起來。進一步來看，所以講春日球場嘅觀眾呢，接下來就會對一個統一一紮嘅春日球落去，韓國籌嘅 V 嘅咩愛留記珊珊呢，唔好佔到案件，所以講一個人潮同我始終嘅素材，要保持社交距離。故所投委嘅安排好，咪會天天嚟上課嗱，按樣嘅來討論。後續要等各單位同資料整理好勢過後，同指揮中心向下來討論，係個聽出市民嘅決定。故所一開始呢，要開放本極度嘅球迷落去，一下呢就針對亞雜素材大家來討論。因為呢，亞嘅只有指揮中心清醒，就一般講嘅，所以講戶外、戶外嘅場合大型嘅活動超過530人機就建議莫辦呢。唔過呢，亞嘅野球比賽有可能會有超過500個，
故所呢，也嘅一般嘅工作人員還個球員，也嘅總之就表示講，加起來一場當中，可能大約會有253人。故所係講頭503人，也從大家會去參加體驗示範，503人減退250嘅職員，還個呢，也嘅限數工作人員，接下來可能天集團是會開放本250個球迷落去聽聽，也係針對人數鴉片，大家接下來會有繼續親密嘅討論方案。韓國天嘅自由時報也嘅東岸鴉片，就有講到講，病毒係對哪來嘅呢？一個美國總統川普佢就講哦，其實看到證據係對一個病毒係對中國武漢嘅實驗室來嘅。川普呢，佢籌備開拓一個疫情記者會過後，佢就表示嘅亞種講法，來看下詳細定位。川普到記者會過後呢，佢就本人問到講，係唔係實看到一個情形？佢講佢高度相信新型冠狀病毒係對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 PC 嘅實驗室來嘅，佢就講有。其實看過，不過也詳細嘅內容，研究唔准佢講太多。韓國接下來，我哋看到美國嘅情報片也片就講啊，一個病毒其實唔係自然，唔係天然嘅。病毒唔係人造嘅哦，就係講美國國家情報上面當中佢就講嘅。美國情報片當中，大家就認同病原體唔係人造嘅，也係講經過基因改造來嘅，也係美國頭一擺公開來否定病毒涉及人為生化武器嘅一種，大家講嘅陰謀論。好，也係一個美國總統川普針對一個病毒來源係啲咩？佢表示嘅一種講法。係個佢咩講哦？在個強調講中國聽出為一擺嘅疫情來好好嘅來負責。係個佢咩係連帶來發表譴責，希望講一個病毒造成講全世界大流行，也抹殺造成呢就係中國，也係川普嘅講法。今年來看到嘅係中國時報。中國時報呢頭版頭條鴉片係有關鴉片司法事件，下部鴉片係針對疫情，嚟看下部嘅版面。針對紓困呢鴉片，中國時報有來作為民意調查，故所呢佢就發布為進行民調，支持酷碰，也就係一個政府一下推出嚟嘅在家方式，一種酷碰券呢，支持人員民眾出冇一半。另外，佢就針對6樣嘅支持者，也就係民進黨嘅支持者，沒有來作為貼片嘅民調。當個結論係講，有87%嘅6樣支持者，佢就係支持贊成政府發現金。不過，你看到鴉片也嘅圖呢，也係鴉片就係講，大家知道講發現金，佢實際也係國民黨嘅利弊。故做6樣係個南洋嘅想法，知道情貌強用。進一步來看。鴉片有83%嘅民眾係贊成政府發現金，或者係消費券。另外呢，蔡政府準備要發嘅酷碰券，支持人員差唔多超冇一半，搶4上3天天。韓國呢，一個紓困嘅弱勢勞工，佢哋就有600卡家人係知道講有幫助。唔過也係博嘅國家咪見討論講，一個紓困呢係唔係做得解除你安泰嘅問題呢？唔過針對一個詳細嘅情形呢，我知道講哦，一個紓困嘅內容是做得解除，一下當份件可能會問到，可能會遇到嘅問題添。從現下來，強派一個紓困嘅接下來嘅措施，韓愛等國家繼續來討論，也係中國時報針對紓困嘅按道措施、按道政策來作為相關嘅報道。今邊嘅客家新新聞，看睇嚟四大報紙鴉片呢，睇定就係5日連續假期嘅天氣嘅咧。喺講鄉親朋友，今邊愛趕2日出去老表，提醒大家出去攞波嘅時節，要保持社交距離，人愛離下遠啲位。喺講頭戶外呢，大家愛離差唔多1公尺，喺個頭屋度愛離1.5公尺。喺個呢防疫新生活，提醒講雖然今邊沒有可能會出現一個有冇確診嘅情形。強怕就係提前日連帶冇確診病例嘅，雖然講疫情有下控制下來，唔過防疫大家還係做唔得，有辦事係睇。今邊嘅客家新新聞就進行到鴉片，感謝你嘅收看，下週再會。客家新新聞，客家 Live，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先，我係陳業洲，我係希里定。
当日早晨对报纸头版来关心国内外有哪条重要消息。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，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的情形發展。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、網站、Facebook 和 Telegram，隨時掌握客家情形文。